府城7事8庙其中一间的丰神庙是全国唯一主事丰神的庙宇。今年举办3条社稳祈安清醮大典，也是300冬以来的首叫。庙方表示，因为日前的抗日抗日大地震，造成庙体结构损害，完成翻修了后，向神明请示，决定举行3条社稳祈安清醮大典。丰城阿公就交代讲要做3条社稳祈安建醮大典。丰神庙在从乾隆4年建庙到现在，伊个冇做过3条醮，吼，冇做过这规模这大的醮，吼，这所以是算讲对乾隆4年到降时，将近300年来第一届，吼，做一场这大场的3条醮。现场道坛发挥也顺利做化石科仪，互好兄弟拢会当食饱。除此以外，左营公祭宫顶天府也庆赞相当有特色的囡仔谱。左营公祭宫顶天府。他们用了一场比较不一样的普渡，一般人看到的囡仔铺拢做静态，但是他们觉得说囡仔铺，咱大家用个好，用个盛大，让有一个人神共乐，家长可以带着小朋友来，一方面可以抽一些囡仔铺的礼物回去，他们也很有心的请了悠悠 TV， 然后用的像园游会一样，那把它弄得就是比较有童趣一点，得当大家拢安尼做伙来安尼欢欢喜喜，把这场做醮的普渡用个圆满。这次伫左营公祭宫顶天府的庆赞之下，规划这条大人囡仔拢会当做伙参与的囡仔谱，还佫有准备128000块的奖学金抽奖。现场参像是大型游乐园同款，相当的欢乐。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。